无仙姑。头花上前有红目裤，情难舍，意难忘，无奈你我袂当行相换，爱苦酸，缘苦痛，只有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玉珍，你文生节去倒位啊？你伫阮兜，我就知，因两个哦，一定有啥物暧昧关系啦。我今日哦，一定爱掠干掠香啊！掠干掠香，什么意思？秀干就一定误会文生节到我那名，系啊。文生，食一下莲子汤啦。头有较袂咸无？有啦，加好真济啊！食一寡，通较疼元气哈。来，莫走着咧。无要紧，嫂，阮秀官啊吼，若有你一半的好吼，我就足满足的。通安尼讲。
咧起笑着哦。你拍我？你为着伊拍我？你今仔小狗黑白家人，我当然嘛拍你。你讲我小狗？好，我就跟你拼啦！就好啊啦，再去他妈下死下情，我这么讲啦。好，等下算下啦。几样说？幼稚，你若放过身了后，我就一定是要对去。我是为着你才留咧到这阵，我想要讲，会受到这款的侮辱。你莫伤心，你莫生气。受到这命的人根本就是无讲道理，咱莫插伊。阿娘，天已经暗啊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入来煮饭。你若要遐尼早回去，放阮两个母仔囝，敢要世间咧互欺负？这款代志若传出去，我要留迄个面孔给我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明知。查某人的面子是比性命较要紧。你让我死！你袂用死，我若死，我要依靠啥人？阿娘，你若真心放开我，你若死，我嘛无想要活。阿娘一世人清清白白，遐尼啊受人者，我就唔甘愿的，我唔甘愿受这款侮辱了，我唔甘愿。娘，你莫想袂开，亲正自亲啊！玉珍，阿你也要做这个代志，你唔通互恁文生姐来知影，知无？无，伊心肝一定会真不安。娘娘，啊！你实在有够过分的，那我种唔是款的啦。阿妈，你想要拍我是？你可是我唔敢，我拍你哦。你拍！秀官啊，你实在有影吼，你家己摸良心想看觅，到底是啥物人唔对啊？当然我是你唔对。你莫搁咧怀查家一走好无？迄拢是你家己无好好理解，家己咧多疑心啦。是我袂交查某啦，人查某囝遐大汉，你都袂爱哦？袂你嘛找一个少年，遐老你嘛好。但你是咧后壁讲啥？啥物咧少年咧闹的啦？啊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就是无啦。你莫咧后壁讲啦。我自认讲，我对这个家庭已经真对得起啊，真尽心啊啦。啊你咧？我哪？你安怎？无好好理解，我辛辛苦苦工作，为外口转来，连饭都无通啊食，困也困袂好，我当然毋知会分去。你今日袂晓趁少怪我，你有才调趁钱哦，会使请一个查某囝甲你好好伺候啦。干嘛你家己操心了？讲啥物分道？拢是甲迄查某高高甜的借口啦。你莫咧侮辱人好无？侮辱啦！我即摆就看到，亲耳听到啦。你哦，家己查某面头前拍我，互伊看。你讲袂好听着，我讲莫后面侮辱人啦。查某人的名节是比性命较重要，你知无？是啊，你心目中有干一个名啦。我叫你莫侮辱人啊！你听无晓？我甲你讲哦，
一个人你若是有限度，我强要忍耐袂调啊！你若袂调，你去死啊！好，唔管怎样啦，明仔载你一定爱去甲伊回死咧。你别小心啦！你我死啊！你看是？你我死啊！你看！秀官，你在创啥？你起小心哦！刚刚你吵吵闹闹，你吵什么？哎呦，啊他，秀官啊！你在创什么嘞？我死啊！你看，我死啊！你看！笑笑，你放手啦！喂啊，你看，这种日子我实在过到足痛苦的啦。夫妻嘛，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。文先，你有读过册，道理较捌，你就少让伊一个，唔通害伊冤啦，吼。我根本就无要甲伊冤，是硬死要甲我冤啊你！啥物甲你冤？是你甲迄查某勾勾伫啦，甲你无良心，无我哪甲你冤啊？你看，你嘛所知啊，过方所来做人，迄根本就无影无食无可能的代志，伊硬要侮辱人啊！秀官啦，搭文先啊，因头家娘吼是有守妇道，恁文先啊嘛是遐尼老实考着，是你多疑心啦，哈。文心是搭咧互你偌济好处哈？你莫安尼讲啦，无你哪一直替伊讲话咧？哎呦，天地良心哦，我吼，若有摕到文先啊半点仔好处哦，你千万唔通手遐重啊抓啦！我虽然无读过册，但毋过这个道理我也捌啦，安尼会气死人去啊！莫生气，莫生气啊！我听讲秀官甲你回死咧啦！啥你家无？你嘛共款啦？秀官，哎呦，我是好意来相劝的呢，啊你，我实在有影吼，好心无雷金啦。你吼，得有礼金，得有礼金。后卫，不要，不要，来拿多分子。我带迄边就对啊，我要摕这边来。手机无讲偌好笑。我摕淡薄来。没地方去，再来去。好，来，对了，得有礼金，得有礼金啊！这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多谢。贵公子啊，昨哦，阮秀官啊实在足毋捌世事的，对伊安尼足歹势，你莫甲伊计较嘿。代志过去就好啊啦，莫搁提起啊。多谢你，贵公子啊，你实在足有度量的啦。文生，我顶日啦有甲你拜托讲，阮用即仔的婚事，啊你讲要斗找人，啊毋知找有啊无吼？我有探听啦，也毋过吼，也无探听到较适当的人。无要紧，慢慢啊来，因缘天注定。好，我会搁注意。放上来了，这个了。对，我摕一挂，我喊滚好无？啊，我的礼金我就我礼金。我带咱娘不随害你啊！好呗。我即马我手机还是等好我呢。你就用伊，后日一定要还我。好啦，迄无问题啦。到时你若唔还我，我就将你的脚买去。好啦，莫讲我两支卡啦，头壳冻落做伊啊，真拢无要紧啦。好嘞，好呗，后面礼金啊，你不要。不得，哎，杀，后面为啥？快！你前面来，到时就难听。你这样子，谁？我安怎？
干来会晓饮酒，你办个代志办了安怎？安啦，你莫假是讲踮咧我遮一水事，你着想要去食寡饭糕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想要踮遮假鬼假怪，我照常甲你挂出去。我喏，鬼王啊！你是主，我是客，你吩咐我的代志，我绝对唔敢无做的啦。你知影就好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我今日代志办了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我是无啥物耐心通等落去。你放心，上班到后日，迄个狡徒若我唔提钱出来，我就要治个性命。死一个狡徒有啥物路用？无路用，你实在有够糊涂啊！鬼王，这你都无清楚。我讲给你听，迄个狡徒若去我逼甲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死到规个警察官一定会去互因闹甲家欠不离。上好是安尼啊，我要互伊好见，无法度收钱。风尘绝对无问题。我要去对欠1000两好了，1000两唔是少数目了。哎呦，我若无害伊吼，我这双脚骨一定会讲断去啦。唔干那安尼，我家己答应讲，头壳要倒来，互准伊遐济。迄个时阵，迄不咧想遐济，为着迄赔本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迄无问题。即摆问题来啊啦，我要安怎啊？1000两要搁去。对，人讲36家，走为上策。走。想要走，走到天边海角，也走不出我手中心。对啊，我权衡规工啊，好无？我一定害你啦。宽安归到，一天嘛袂用的。对啊，咱好兄弟嘛，对吼，别急，咱别太紧啦。什么？谁甲你好兄弟？准我是亲兄弟，嘛要明算账。真是的，你拢无度参详。我讲这是这，今日一定要还我，要若无，我就将你杀死。好，既然你安尼讲，你就莫怪对你无客气哦。哦，你是安怎做你人？跟你讲了，你拢袂听，我唔相信。安怎？了命，了命！我喊你下暗3更时分，把钱摕过来，怎？要若无，我就要提你的性命。3支哦。安怎？无见我法度去，嘛是无法度去咧。我要对钱啊！到这来，就一步棋啊！总算整理好势啊！再来吧，若无习惯就讲二时对。潘老师，你别在。啊！你有急了是？我知，你放心，我摕50两银互你。50两，我要1000两。
袂用的，我袂用做主，迄是头家的，你别放手。你怎么了？你袂用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安尼啦，我听到喊救命的声呢，我嘛有听到，叫我足凄惨的，足恐怖的哦。到底发生什么命？迄声音做是对咱饭店叫出来呢。饭店，行，进来看卖。快，你来看卖。文静，文静，你来了啊！文静，大哥。手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下情难舍，意难忘。我想杀你哪哪？咱安怎哦？伊太是阮啊，我弄哦！我在哪起红手？伊不是红手，请你相信我。你叫你去禀报。爹啊，大哥，我哪了是红手？你无杀人，恁情不情拢坐船，这拍击就是恁情。这我赚到10多岁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免辩解，我明明看伊手摕着凶器的。好啦，有什么代志，你去遐讲。呀。大人，这个城外人已经传到。青天大老爷，请爷替我报仇。伊太是阮人婿，请你将伊净化。冤枉啊！你这凶手，你罪该万死啦你！有啥物冤枉？做你讲嘛，本府一定秉公处理。冤枉，你先讲。民府图书馆计予张文生为妻，伊害死阮翁，请大人将伊正法。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今暗初见的时阵，民府看到翁婿还未转来厝，心内就足不安的，就紧日去饭店。无想到去的迄阵啊，阮翁已经去互杀死啊！恁翁婿伫饭店是咧创啥物？伊是饭店内底的小姑。你将你当时所看到的情形，搁讲一遍。我到遐所在时，我看阮翁婿倒伫涂骹，就是伊手摕着家刀面顶拢是血，伊绝对是凶手。我毋是凶手，我无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但是，请你免责，请你免责。冤枉，你继续讲。本府问，你还阁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伊杀人？民府清白就看到，也都有这位警府伊嘛看到，伊是证人。你讲看卖当时的情形，你是毋是还阁有看到啥物可疑的人？小的时咧讲机的，迄阵我也听到发救命声音，就赶过去，结果就安怎？还要搁讲落去？
小月唔相信林大嫂伊会杀人啊！你明明看伊摕的福气，你哪会使讲白插话咧？林大嫂伊的心肝介好，伊请帮忙一寡善食，伊无可能安尼做啊！我想这中间一定有啥物问题，啥物误会伫个啦。你是不是记着伊啥物好处，去替伊讲话咧？青天大老爷，请你替我主持公道，替民女报仇。义父，你叫什么名？小月叫做李文瑶，是善良的百姓。我做人真老实，我真正无得到人家啥物好处，我只是知影啥物就讲啥物。你的废话哪会遮多啊？你讲是不是看到伊手头摕着迄个家刀？我是有看到，但是我真正唔敢相信。你目睭看着为准，哈！其他的莫讲啊。要唔过我，你只要将你亲目睭所看的甲我讲，本府就会派人追查。你是毋是亲目睭看到伊手摕凶器？是。你还有什么话通讲？我无杀人，我毋是凶手。大人，请你明察，请你对我生前冤枉哦。你有什么冤枉？你讲，也毋过绝对袂当有半句虚假。是，民妇叫周桂芳，我的翁婿林明才，2年前过世，留一寡田地，甲一间饭店。刘文生，伊是我翁婿生前的好朋友，也是饭店的掌柜。这是我翁婿要过世以前，伊交代讲饭店都要互伊经营管理。迄案是安怎发生的？我嘛唔知影。你免骗人，你免伤你弟弟啦，人都是你害死的。好啊，你莫插嘴，我讲煞。叶公，我甲我的查某囝真早就去困啊。阮2个伫咧绵绵的中间，有听到人咧喝酒啦。阮赶紧走出来，走去饭店。这个看，张文生伊倒伫咧涂骹，胸口插一支镐刀，血流足济。我为着要救伊，赶紧镐刀甲背起来。迄个时阵，我拄啊想法拄啊入来，你都袂解，人都是你害死的。大人，我绝对无半句的虚言。我老后白讲，我愿意受天的责罚。天瑞讲甲我卡死，我袂好死啦！袂好死！我即摆都爱你上面赔命啦！赔命！小关，公堂之上不得放肆。你是什么人？大人，我叫林玉珍，伊是阮阿娘。大人，阮阿娘讲的拢是事实，伊无杀人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囝听到喊救命声，走到客厅，才做我去饭店。我一直拢伫阮阿娘的身躯边。大人，阮阿娘是无辜的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你千万唔通听信的话，伊都莫听阿娘讲话，无一定伊两个都是共犯。两个母仔共同杀死我的翁婿，冤枉哦！大人啊，小关，你哪会安尼侮辱阮母仔？我知影文生来做事不幸，对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打击。阮母仔嘛是真伤心。我希望会当早日破案，抓到真正的凶手，安尼敢不是较好？你免辩解，人都是你害死的。你，秀关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大家共同调查线索，才会当找到真正的凶手。阿妹本身就在天之灵。你免说个清清气气，人都是你害死的。就是林玉珍，林母女讲你是冤枉的，是无辜的。安尼凶手是什么人？恁敢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嘛唔知影。林玉珍，你知影无？我嘛唔知影，请大人明察，早日破案。杨宝头，在你去现场看卖，而且带草草去验尸。这边。请大人甲因母仔收押。杨宝头，在。将嫌疑犯甲证人带去现场，详细调查审问，绝对袂当放过每一条线索。是。
个善人的凶器，这才着心做一命归天。文心，文心，那现在，你先帮我一个人抱一抱我，你是要我安怎困？都是你害，都是你害！向手，向手！你一定要报应，你一定要报应啊！文心，你一定要向手对爱归命啊！我来抢牌命了。就是我拢你的，这个家督敢是你转来？民政、武政拢有，你家有啥物话头讲？报头大人，这个家头虽然是阮转店的，也毋过，请你查好清楚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无杀人的。你免讲，因为物件是阮转店的，所以就讲阮是凶手啊！我哪能无杀人？这一定是踩入去偷代志，互文先生发现。若无，就是强盗抢钱，这下毒手啊！是啊，一定是安尼。林大叔，伊绝对袂杀人的啦。你莫甲我插嘴，这无你的代志，啊？啊，你讲去互偷摕，搁去互抢，啊，你到底是损失偌济？有小波就知影。奇怪，哪会无去咧？钱毋知互抢偌济。安尼就奇啊！有人咧偷摕小铺的是无？啊，恁是损失偌济？你讲啊！我嘛毋知影，这平常拢是文先生在管理啊。我真相信伊，从来嘛毋捌问过啊。银了损失偌济，你拢毋知影，哪会使讲去互偷摕、去互抢呢？嗯？有小波就当查出来啊！你毋要遐假鬼假怪啊！人都是你害死的啊！小怪，你毋通乱人讲，文先生互人害死，阮已经真伤心啊！阮绝对袂做迄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！波头大人，事实胜过强辩，你竟然两个关于大路换当去。大人啊！走！拿枪时马上去。别来阮安尼啊！你想看嘛？你一个查某人，哪有亏来他开一个查某人嘞？你个空嘴遮尔深，毋是一个查某人所做会到的。嘿啦，对某头，你一定要查好清楚啦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莫管，啊无连你嘛共款的抓入去。但我也无犯法啦，我只不过是照事实讲呢。啥逼啊！你要我气死哦！啊！波头大人，你要详细想看卖，调查清楚。根本免想，人都是你害死，你凶手啦，凶手啦！报头大人，这件代志，甲阮查某囝无关系。你若要抓，你抓我啦！我哪抓无罪？你抓就抓我，抓我啦！你抓就抓我啦！抓我！啊！两个拢抓啦，两个拢甲抓住。手绵绵情，依然听话。啊，情来声依然我。你啊大哥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放阮查某囝出去，一切罪我来承担啊！拜托你。美叶，阿娘，你怎么美叶认罪？用心啊！阿娘遮济岁啊，嘛已经偌有够，死袂可惜。阿娘是你烦恼你，你无做过的代志，你千万袂当承认。有钱，阿娘唔甘你互关你内面。阿娘，我还阁少年，我身体会堪去，我惊你的身体挡袂牢，我实在足担心的。天若光，我就甲报头讲，人是我杀的，叫伊放你出去。你有钱，你千万唔通做戆代志。阿娘身体扛袂起，你免烦恼吼。咱两个母仔囝，忍来等待真相大白。你千万爱听阿娘的话哦，知无？啊！
安尼啊，永进。哇！哦，这人千万有咧。哦，我这摕1000两还多了，还好存的啊。我大了，我就将钱还多了，了再交着呀，好我算一下啊。啊，我好野人啊，好野人啊。喂，多了。可是，然后我等要交代出现，我就要治你的性命。多了，啊你当时来，我哪唔知影咧？你要哪会知？你若要知影，至少嘛有请你的道歉。凭你，哼，来他妈做梦！是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唔通我等要交代出现，咱若无，这是咧刣死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是惊人起疑心，你敢知影？你即摆已经犯着杀人罪了。你哪会知影？哼，啥物代志，拢活袂过我的目睭。对了，你是人也是鬼啊？这你就免管，只要你会记我的话就好。请你。哦，你这。哦，放你遮啦，我无你啊，你家己点看卖啊。我无所不知，等着我点。是是，免点，免点。笑话，你搁食巧，手着钱顺手甲下铺摕走，我人查袂出手偌多钱。哦，就是一点点的小聪明咯。也毋过，甲量大比起来吼，一顿查够笑的啦。你若知影你家己几两重了，小铺我摕走，较免你后摆出代志。是是。那个，哎呀，你这红山鸭王又过3更半暝，无头，在你昨暝带楚助甲嫌疑犯去现场调查，有啥物发现？初步验尸报告讲，饭店的命案凶器就是迄个家刀。现场敢有碰见物件？无咧，迄对母女是安怎讲？啊，因讲是切刀杀人。啊，也毋过我看袂出啥物可疑的所在。啊，伊嘛讲袂出来，讲损失偌济。啊，店内面嘛无小铺可查。安尼讲起来，可能是因为钱财的纠纷。我看嘛是钱财的纠纷引起杀机。将迄对母女带入来，本府阁要甲审问。是。大人啊，迄周桂芳哦，嫌疑上大，啊，伊是主犯，啊，伊查某囝可能是共犯，伊查某囝可能会暗害因老母。其他敢无啥物动机？到即摆还未查着。大弟，我是冤枉的，大弟。根据捕头甲楚助查验的结果，张文生是用刣死，凶器是饭店的家刀，而且现场并无碰见物件。就贵讲，你紧老实讲，你是毋是因为钱财纠纷才来刣死人？大弟，我无杀人，我要哪知影伊是安怎死的？紧讲，你是安怎杀人？大弟，是冤枉的。大人哦，我看吼无当行哦，因拢袂交，所以我来负责。吼，我叫伊乖乖啊甲交出来。大人啊，在拍20大板。大弟啦，大弟，我大弟，你跑开啦！你跑哪里？来个吧，你啊唔交哦，到时嘛你来拍。我真是有影唔知影，你是要叫我哪食？你给我拍死，我嘛袂食。大人，你是想要屈大青椒是毋是？就算讲你甲我拍死，我嘛拢袂承认。
实在对阮母仔囝来讲，是生活之母。你是安怎袂查清楚？你根本就是一个糊涂官。你是咧欠拍哟？你敢骂阮大人是糊涂官？来人啦！来，咱们当当个拍。是，来请。杨捕头。在。你我打扮白身，出去调查，再做打算。手绵绵情，依然听破。下情来声，依然我。啥物啊？你是有讲唔对啊无？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？这林家母仔囝吼，是爱菩萨心肠的，哪有可能会杀人？我嘛是唔相信啊！伊讲虽然我走入去断剑的时阵，是看到林大叔手举牙刀，但是我了想，一定是为了要救迄个刁王，毋才甲爬出来。我煞无水，连到去用当做凶手嘛。安尼，你传来敢唔敢？啊，你坐落来，你坐落来。哎呀，我要咱坐条啦！你坐靠拖来啦，迄管好也有命令，禁止人去探家啦。啊，禁止探家？嘿啦。哎呦，哪安尼啦？咱母仔囝是真有够善良的呢。我甲你讲实在咯，顶摆吼，我去断店吼，去断啥的时阵，伊一听到讲阮全家2天无食饭尔，恁还提钱互我呢，啊，我就恁啥喊我？你讲，这像真好人，可能会杀人上。应袂啦，所以我嘛是感觉这件代志足奇怪。安尼吼，我已经转来带阮大婶来去庙里。刘总啊，来去吼求神明吼，去甲拜拜啊，求伊吼会当消灾解厄，平安无代志啊。啊，我后尾来。啊，你行，行来去来去。我怎样动杀的啊？慢慢来，用啊神不知鬼不觉，何必得用遐残忍的手段咧？你讲对哦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。爱你的心无变，你煞一起那婚宴。等你一粒心受尽后煎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啊，你敢拢无想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。